喜汇 Central Peak 是业内称赞的新一代最美住宅，汲取新加坡顶豪设计灵感，将国际化高端住宅带来中山。放眼望去，立面曲线如山海波澜，终归于家宅的宁静。约526平方米度假式泳池是视觉焦点，阳光碧波映衬名贵植被，犹如加州午后，慵懒又热烈。全系丝梯入户，玄关造景，兼得尊崇感和私密性。3.3米层高，远超市面住宅。奢阔巨厅搭配多阳台设计，容纳家族传承与情感互动。更拥有约50到60平方米私属空中庭院，超270度环幕视野，慵懒城市盛景。这不仅是居所，更是一场国际生活方式的完美演绎。喜汇坐落于中山黄金地带，距离英联时代广场、盛景上风仅几分钟路程，周围遍布高级购物商场、星级酒店，全为配套唾手可得。英联喜汇，让世界目光投向中山，专属藏品仅128席，不至于居所，更尽现风采。Hello， 各位觀眾，我係主持人陳生啊。今日咧，我哋睇一個中山市中心 CBD 地段東區嘅英聯喜匯呢個小區。相信咧有啲觀眾咧已經了解過呢個小區㗎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個單位咧係203平方嘅，即係2000幾尺一個單位啦。依家係主要係做咗3間房，有3個廁所，其中咧有2個係透間嚟嘅。咁呢個單位咧係我目前喺市中心中山呢個位置睇到嘅4.0住宅裏面最靚仔嘅一個小區，因為佢嘅隱私性咧做到足夠好，而且呢個單位個空間尺度咧做得好合理嘅，係比依家目前賣緊嘅保利朗悅啦、龍湖香山頌啦同埋怡晨裏面嘅單位仲要靚仔。如果有想喺東區揾一個高端嘅豪宅咧，不妨了解下英聯喜匯呢個小區。當然佢亦係依家喺度賣緊單位裏面價錢最貴嘅，21000幾到24000幾啦。咁啊，相對嚟講呢種價位喺中山呢種地段咧已經係天花板㗎啦。咁啊，但係佢個戶型咧真係做得幾靚仔嘅。我哋先從呢套單位入戶花園翻屋企個位置俾到大家先睇啦。因為佢係一個專梯專戶嘅，即係電梯出嚟咧你就係翻到屋企㗎啦。上座樓咧就29層高，咁啊每一層咧就2個單位嚟嘅，但係每個單位前面咧有自己專屬嘅電梯，相當於你喺呢個電梯出嚟咧就屬於你自己享用㗎啦，私密性咧會比較好嘅。咁另外個單位咧佢有專屬嘅通道，有佢自己嘅電梯，呢個位置你後期咧放下自己嘅雜物啊，或者小朋友嘅一啲 BB 車啊等等，個空間咧比較闊落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自己喺呢個位置啊，做翻啲鞋櫃啊，各方面都 OK 嘅。咁我哋左手邊出邊呢個位置咧，都係我哋呢套單位專用嘅一個入戶花園嚟嘅，足有咧50-60個平方，係比較大嘅一個花園啦。後期咧中意 BBQ 啊、養貓養狗啊，咁呢啲咁嘅露台咧就非常之好用嘅。咁呢套單位入嚟之後咧，佢係做咗一個子母門嘅設計，咁後期咧就睇翻自己興趣啦。呢度咧相當於一個屏風咁樣啦，後期你擺下你中意嘅藝術品放喺度，做靚仔佢，咁啊非常之唔錯。相對嚟講，我哋睇咗咁多大平層裏面呢個戶型嘅設計啊，非常之合理，佢每一寸空間咧做到恰到好處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餐客廳啦，好闊落啊！咁呢個客廳到時一家人啊幾好喺度傾下偈啊，睇下電視啊，同朋友喺度傾下生意啊。作為會所或者日常居住咧，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呢個位置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係呢套單位嘅餐客廳啦。依家係放咗一個橢圓形嘅長台。咁後期如果我哋人口少嘅情況下咧，可以換翻啲精緻少少嘅，或者可以做翻我哋一啲連接中斗台形式嘅推拉嘅一個餐台都 OK 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廚房啦，佢係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形狀啦。
咁後期咧洗切炒，一家幾口啊，或者夫妻之間一齊煮下飯仔啊，其實幾舒服嘅。咁啊，到時吊櫃啊上面全部做好晒㗎啦，洗切炒全部 OK 晒。加上我哋今日睇呢棟單位咧，佢係東南向嘅，佢個視野啊同埋各方面會好好多。咁喺我哋廚房出嚟咧，佢仲有一個露台㗎，相當於我哋呢套單位咧有3個大露台，滿足晒你好多幻想啊！無論你種花養魚、晾衣服，或者做下其他嘢，都好多露台俾到你嘅。咁呢套單位咧，佢雖然做咗3房啦，畢竟呢種戶型咧都係以享受為主㗎啦。最大嘅亮點就係佢可以直接睇到我哋中心園林泳池嘅方向。偶爾咧有朋友或者有其他人喺度游水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攞個望遠鏡喺度睇住人哋游水咧，都係一種享受嚟嘅。咁呢個單位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露台啦。好闊落嘅，足有咧大概50-60個平方啦。後期咧就睇翻你點用啦，種花養魚隨大家安排。呢邊嘅大平層咧，我建議大家揀高少少啊，望出去嘅視野比較闊啊。對過去就我哋中山市中心嘅紫馬嶺公園啦，睇過去視野比較開揚啊。特別晴天嘅時候咧，高樓層望過去視野好闊，成個中山嘅視野盡收你眼底嘅。咁落樓大家都睇到啦，下邊咧就係泳池。中心園林，偶爾散散步啊，睇下啲綠植啊，同屋企人落去散散步啊，各方面都比較 OK。因為呢種單位咧係我哋中山唯一一個做得比較現代式嘅新加坡設計，好靚仔，我睇咗都非常之中意。咁右手邊咧就係我哋新鴻基嘅逸翠園啦，依家都喺度賣緊嘅13000幾到15000幾啦，清水樓交樓。我哋今日睇呢個咧，相對嚟講價錢係貴少少嘅，2萬幾。呢個價錢咧係貴咗少少嘅，但係享受嘅圈層同埋戶型咧真係好大唔同嘅。我哋呢個咧係205方，咁同小區裏面最細嘅單位咧係173方嘅，即係1800尺到啦。咁啊最大嘅面積咧係做到460幾方嘅空中複式大平層。獨享露台嘅，如果有追求一啲特色戶型嘅話，可以了解下呢個小區，唯一一套400幾方嘅，可以用到面積咧有成5000幾尺嘅，相當於住一個空中別墅嘅感覺。大露台睇到啦，咁我哋睇下裡面啲房啦。大家睇片過程中咧，如果有邊啲位置我冇講到，又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，不妨留言俾我啊。我個人覺得呢種單位比市面上中山依家賣緊嘅單位裡面更加靚仔。咁成個小區咧就3座樓嘅咋，一共咧先128個單位可以揀，所以賣少見少嘅。我哋睇下裏面啲房啦，佢係透間嘅設計，呢個係主人房嚟嘅。後期咧我哋家私同埋床咧就睇翻興趣嘅。雖然佢大部分做好，但係家私床咧需要自己配置嘅。你放1.8床、2米幾床，足夠空間，好闊落嘅。咁攝影師可以行出少少。照落去俾大家感受下呢個主人房個空間尺度咧，真係幾闊嘅。加上依家啲單位咧，全部打通晒嗰啲落地飄窗啦，所以利用個空間咧會更加闊落。到時你如果有需要飄台嘅情況下咧，自己打翻一個落地櫃作為收納啦，上邊喺度睇下書啊、飲下咖啡啊，各方面 OK 嘅。大家睇下，好闊嘅落地玻璃啊！相對嚟講，我哋睇咁多4.0裏面呢個喜匯咧，佢做得隱私性。同埋用材用料咧係比較靚仔嘅。依家賣緊4.0咧，全部大部分玻璃嘅，但係呢啲位置咧，俾到你足夠嘅安全感，空間好大，到時放電視啊，呢邊咧打滿晒整埲牆嘅衣櫃，作為我哋女士最中意就係收納衣服噶啦，喺呢度梳妝。咁有需要朋友咧喺呢啲位置訂做一啲我哋首飾櫃啦，作為女士最中意嘅，放口紅啊、戒指啊，作為收納幾靚仔。咁相對嚟講，依家係做咗一啲工業風嘅衣櫃啦，咁啊比較好睇咯。有幾多件衣服，咩顏色，一目了然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其實咁樣做咧都比較 OK 嘅。依家係比較興呢種風格嘅。以前紐式嘅咧，全部啲櫃密封晒，入邊有啲咩衣服啊都唔太清楚。咁啊設計方面咧就睇翻見仁見智噶啦。咁後期如果有啲朋友仔買咗呢邊單位，又唔知點樣去裝修嘅話，我哋會有啲團隊可以幫助到你。喺大灣區好輕鬆置業，翻屋企拎包入住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套間裏面嘅洗手間啦。浴缸需要自己裝嘅，咁啊沖涼呢啲嘢全部有齊晒噶啦，採光足夠嘅。咁如果你擔心人哋睇到你嘅話，到時買啲毛紗膜貼上去，咁人哋就睇唔到噶啦。或者一啲反光膜都 OK。咁啊馬桶啊、鏡櫃啊嗰啲全部有齊晒噶啦，做得比較靚仔啦。呢個主人房大致嘅情況係咁啦。
咁我哋今日睇呢個小區咧，佢有幾個 size 嘅，一個最細嘅咧就173方，呢、這個203，隔離咧有個205，其次咧就316方，比較大少少嘅。呢度咧就我哋啱先睇嘅過道位置啦，仲有2間房嘅。呢、這個位置有個閘門可以過去我哋呢個入戶花園嘅，後期自己用嘅。咁啊後期自己裝翻啲門啊，各方面咧就 OK 噶啦。呢度咧屬於我哋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啦，佢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嘅。咁啊上邊到時呢啲鏡櫃啊嗰啲嘢全部有齊晒噶啦。呢度就屬於我哋一個沖涼房嘅位置啦，都比較闊嘅。你大少少或者肥少少都唔使擔心行入去比較壓迫，因為呢個第一面積段啊比較大啊。呢個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客房啦，或者兒童房，各方面係 OK 嘅，好闊落。到時做翻一啲斗頂嘅衣櫃啦，呢啲飄台打晒噶啦。中意收納嘅朋友咧，到時做翻一啲落地櫃。呢邊嘅單位咧坐北向南嘅，我哋呢間房屬於北邊，咁啊，我哋客廳咧屬於東南方向。相對嚟講，呢種單位住起身會更加舒服啦，冬暖夏涼啊。呢度咧就做咗7字形嘅落地玻璃啦，採光砰砰聲。所以依家呢種戶型咧係市面上好多大平層裏面俾唔到你嘅。呢個都係屬於透間房嚟嘅。做埋沖涼房各方面噶啦，有齊晒嘅，各方面啱啱好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安排睇下咧。因為呢邊嘅總共嘅戶數咧就唔多嘅，加埋咧就得28個單位嘅咋。首期嘅話15%就 OK 噶啦，總價啦400零萬。如果有想喺大灣區揾個大平層嘅，不妨了解下呢邊嘅單位啦。我哋今日睇呢個單位咧，屬於我哋中山東區孫文路旁邊。係一啲 CBD 嘅地段嚟嘅，咁如果日後居住喺呢度咧，相對嚟講比較方便啦。第一，同時小區有自己嘅商業街，出邊呢啲街鋪依家都賣緊嘅。如果有想揾一個臨街商鋪做生意嘅，又想喺呢邊度假居住嘅話，樓下啲街鋪都賣緊㗎。加上呢個地段係比較成熟嘅，喺東區咧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啦，基本上喺呢度位置可以滿足到我哋日常嘅吃喝玩樂啦。無論你步行出去食嘢，定係去我哋依家最旺嘅商場，左手邊出去咧就係星河 Coco City 啦，同埋我哋富悅城。咁佢嘅樓下咧都有一啲直通巴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嘅。望過去紫馬嶺對面咧有個盛景上風，樓下啦都有永東直通巴直接翻到香港嘅。佢嘅交通同埋居住環境都係比較便利啦。無論你後期喺香港過嚟到呢個中山市區啦，都有好多直通巴可以俾到大家選擇啦。亦可以選擇自己揸車嘅情況下咧，都係個零兩個鐘就可以到呢個小區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如果你有想喺大灣區中山市中心呢啲地方揾個大平層嘅話，不妨了解下呢邊嘅單位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個203方係呢個小區其中一個 size 嚟嘅。咁如果有想了解其他 size 嘅話，可以留言，我哋將啲資料俾到大家參考。有時間嘅可以預約我哋睇下實景嘅，賣少見少。咁我哋喺中山咧都有其他樓盤，同埋珠海都有嘅，可以根據需求安排一啲盤俾到大家參考啦。咁我係主持人陳生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睇，方便咧按翻個鐘仔關注下我哋，或者喺留言區點下支持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睇。